找岸边，做一个 pose， 准备好一个舞步，酸到300头梳妆头发，出走会一步，用好漂亮的放一通发布。各位，今天已经接近我们最后的3天，明天开始我们要拍一个我们这个节目的大片头。来，我们要来彩排了。原来这个东西其实代表了我们整个企划的精神在里面。接下来我们就是等到星期2的时候台北见，来的时候你们就直接看到舞台了。还有一个就是会有一个蛮难忘的惜别晚会，好哎，你知道他们有准备的流水席、伴奏的感觉。应轩哥起床了吗？他好像还要再去医院，他好像要去照一下超音波，看韧带有没有断掉。那你在干嘛？我在跟房间做最后的告别啊。收行李就收行李，怎么跟房间道别，讲那么浪漫？哦，这样今天要走了。你觉得我们可以加布丁在这里面吗？哎，好要不要试试看创意耶！后脚的焦糖布丁，哇塞！而且我这个真的是鸡蛋做的。这样怎么要切片这样放进去？没关系，你弄上来，我来把它。9:09。我们要回家了。为什么会有黄迪阳的这个东西在这里？抱怨，这个是帅要带回去的。帅的，他应该自己可以收哦。我昨天在练啊，我就想说，是不是他走过来的时候，我要很开心的说，哎，怎么了吗？为什么？阿娟就是可能比较开朗型的，然后他讲到说你是阿才老婆的时候，我不就已经知道他是芬芬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就有点要转折到有点心里嫉妒啦，然后想。可是你接下来就要马上邀请他去你家喝茶。对啊，所以就是本来很乐观的阿娟，然后突然疙瘩的阿娟，然后最后又。你搞得这么复杂，你演得出来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问你而已啊。我觉得都没有不行啊，主要是你觉得想要呈现什么。再见了，喜呀，我先搬出去喽。嗨。你妈1个月没看到你哎。对啊，我蛮想念她，因为她是都在家里照顾我外婆。真的、哦。就这一趟来看好多阿婆都很健康，然后对啊，但是平常是一个人住，假日小孩才回来，
对啊，我就想要自己的家人。这些礼物是晚上要送吗？还是？应该是要送的吧？帅帅！队长那么坐在这边很舒服的感觉，汗已经流光了。好累。那个呢？你有把那个阿迪的抱怨拿走吗？有，带回家。斗鸡蛋。哇，你真的很累呢，你都没有刮胡子呢。没有，我为了要演中阿雄。中阿雄。哦，是吗？对啊，他昨天有讲啊。后天差不多了啦，对啊然后再画一下就好。对啊。啊，我们主任哎，主任不知道现在好不好哎？没有，他现在还是照超音波。你要把这拆下，要先关灯吧。对啊。这个送给你。哇，什么？繁衍广礼。繁衍广礼。我们是想说，对，如果你还有机会做小酒馆这样的活动，晚上它可以点灯。哎，这都是灯管哦，亮起来。有啊。你有看过它亮吧？没有。没有。你怎么说？你不是今天才来吗？你没有去过我们基地的。哎，这是今天那个灯会亮哎。我为了驻村，我都很忙哎。这陪我们1个月了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哦，我没有注意到。我们小队办公室里面就摆了。感恩，小心哦。OK。啊，你刚刚看完怎么样？刚看完，这个呢，状态很神秘。要给我吗？还是？我背，可以，OK 的。状态很神秘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医生说啊，我现在这个状态其实，我说我脚很松，脚踝很松，韧带的状态不确定是不是有断掉。我靠，他这样子脚会不会又承受更大的重量？而且还背那么大，两边都一样松。你要断，其实以前都断了。所以他想说，所以他说是过去断过吗？这次根本不影响。他说就是这样。那他有说多久会好些吗？没有这个其实都变成主任，嘿妞，欢迎归队，欢迎光临，欢迎你的，欢迎光临。不喜欢看到的辅助工具居然出现了，没有啦，这样子还好吗？它可以让我走得比较快一点。主任，你留个位置给你签了，这么好。我爱后脚烘焙，美食美景尽在后脚。嗨，何娟姐，你怎么了？你今天打扮很帅哎。因为就是不打扮，所以戴个帽子。他没有参与到我们早上就是在收拾办公室。对，没参与到，没参与到。你们先聊一下。我们聊一下。那因为我们可能就有一些东西要送给一些乡民，对，然后我们有设计，比方说像我们这样的 T 恤，小队 T 哦，小队 T，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希望后脚的生意会非常好，然后希望我们节目有非常多的人看，乡民得到很多温暖。耶！好难得，我们在出任务的这段期间，遇到我们温温的生日。温温，你有常常过生日吗？每一年都会过吗？我超喜欢过生日的，超喜欢很常过那种1整个月，天天过生日哦，很常，好香哦！所以它整个的底就是用火龙果，都是火龙果。火龙果是慧娟姐亲手做的，这个果酱也是我做的。对，好好吃哦，好好吃哦，哎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啦，真的好吃哦，哎，真的很好吃。浓厚是，好夸张哎！那我从今以后蛋糕要跟你订可以吗？
你要跑到这边啊？我 OK 啊。他来度假这是真的好吃。为什么没切？ 这就是那个那天吃的炖饭的另外一个做法，把炖饭拿来炸，看起来超好吃的。你说全部上桌前都要2炸？我觉得手指可以下去炸了，很胖。炸虾。会滑哎。哇，厉害耶！哇，怎么会做事呢？哎，慧云姐，哎，古老师，哇，你提这么多东西啊！香肠好。啊，好。哎，香肠好。你的脚呢？脚还好，脚还好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这边有摸彩券，你来了之后就写一张摸彩券。来，摸彩券在这第一张桌子哦。然后我们旁边的墙壁上呢有照片可以让大家看哦。我们稍后结束之后，可以来认领一下自己的照片，然后写一张留言的卡片给我们的驻村小队。谢谢大家今天提供这么多美食来到这里哦。淑芬姐带了红酒炖牛肉，看起来超好吃。红酒炖牛肉很厉害哎。哎，要尬起来了。想要尬了啦。你又不做，在那边讲。我们自己也准备了意式名帅炸饭团，意式名帅炸饭团，一颗就饱的炸饭团，这个好已棒。经出炉了哦。还有这是，我就很想要每个都吃一口。对，那个好像是甜粽。这是严重吗？慢慢吃，慢慢吃。慢慢吃，慢慢吃。是奶头鸡汤。哦，好啊。我特别煮的。特别煮的。真是太感谢了。来。驻村小队来这1个月啊，哦，其实最实惠的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来蹭这餐，处心积虑，这一顿饭一定要蹭。好。哦，姜丝炒大肠。香肠炒的姜丝炒大肠，感觉这有一种服务老百姓的味道。哇，为什么这边的人大家都这么会煮饭啊？对，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很多外食可以吃啊，那在家就会在家煮啊。红哥哥啊，阿贝松啊，谢谢。他还有贴纸呢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哥哥。摔草草哥哥，对，我的高潮，对，草草。哇，差别待遇了，哇塞，最爱的。哇！是你最喜欢的口红吗？是你最喜欢的口红，他反而最喜欢的。最喜欢。谢谢你。只有他有礼物了。只有温温有礼物，应该的。很棒，谢谢奕晨。哎，各位，我最亲爱的师坛乡亲，大家好。好，红阿贝好，小朋友红阿贝好。老实说，我也不要说自己有一点自夸，嘿，因为我那就不要说，没有关系。因为不瞒大家，我推了2部戏了，我决定来到师坛。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制作人跟我说，
这边钱比较多。真的很无聊哎。好了，对不起啊。好，洪哥继续，洪哥。为什么我会来选择诗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他说他们跟诗坛的乡亲说洪都拉斯要来，他们都好开心哦，所以我就决定来了。我每一天都在认识很多的新朋友，我发现到他们为了诗坛这个地方做了很多推广的工作，然后还看到大家都那么样的努力，所以呢，所有小队的每一个人，我们要送大家一件我们的签名 T 恤啊，我想要把它送给耀聪。耀聪，诗坛的未来交给你啊！鸡皮疙瘩。耀聪，得奖感言。这个月其实在我小时候啊，其实每一户每一家，其实大家都是很好客的。是因为这几年的时代变迁之后，年轻人其实都外流了，这种好客的因子其实慢慢的被隐藏起来。可是呢，当你们进来的时候，是这个好客因子是慢慢的被掀开来。所以真的很谢谢你们把这个东西帮我们找回来。谢谢，真的。谢谢。我这一件 T 恤，我想要给新丰村的蕊姐。蕊姐。因为我们到新丰村去做社区服务，其实蕊姐对我们真的感动了。蕊姐是非常尽心尽力的为新丰村的老人家服务，你陪伴他们非常多。谢谢，有你真好，诗坛有你真好。谢谢。我也很感谢他们，然后煎牛排什么之类给那个长辈们吃。那每个长辈都吃得好开心，一直问我说礼拜五还要不要再来？我说不太可能。有胡宇威哦，看胡宇威好爽。换送别人好了啦，送别人好了啦。最爱就是你，我最爱就是你。我们合照一下，虽然我不是胡宇威。对啊。我觉得很感动，在这边可以跟大家相处。那因为我平常是一个很宅的人，我很怕跟人接触。想哭就到怀里哭。加油！我们这一队就是这么感性。所以我在这边感受到很多，然后也接收到很多大家的关爱跟温暖。那这一件我想送给村长啦。村长，我就是觉得你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，而且你们来这边很热心，而且又有爱心，那是没有办法磨灭的啦。觉得能够跟大家在一起真的很开心，然后看到你们的时候，其实我很常在晚上的时候看着天上的星星还有月亮，看到你们就像看到那些星星跟月亮，我觉得很温暖，就是互相取暖。不要讲这么多感性的话，乡长呢有准备。哎呦，有点怂啦，很赞，因为我们已经跟他们像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了，我们舍不得他，才会一一的掉眼泪，对不对？我们明年呢，欢迎他们重新再过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请着，不要哭嘛，我就没有哭，我就忍很久了，不能哭。我就在想说，你们为什么会选择诗坛，不是选择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大湖乡？我想说，诗坛乡比较淳朴，感觉上就是我小时候我在乡下，我跟我的阿公阿婆在一起生活的那种画面，就是一个慢活的心态。你们到了诗坛以后给诗坛这个地方注入了一个活水。本来诗坛是没有这么青春洋溢的，我们都变年轻啦。因为一开始我们其实在这边在做这些事情，就是每个村的村民，他们都会觉得是不关他们的事情。当你们在拍摄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慢慢的走进来，一起跟我们聊天。我一直以为驻村是拍你们，我可能只是提供一个场地而已，结果没想到，我后面才发现不是你们来拍戏，好像是你们来拍我们这样，我们这些村民才是主角。我看到我上海洋课的了，你看他穿成哪给我？这是第一天
在我们，这在我们店里，对，已经喜欢你们的存在了，还蛮高兴你们能进来，真的谢谢你们。真的，我们真的很喜欢诗坛，我们明天就要回去了，我们已经开始想念诗坛了，谢谢。从接到这个节目之后开始，我真的没有想到说这20几天我是怎么过来的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一场梦，而且是一场噩梦，好可怕。然后后来我发现前期的跟后期的感觉都不一样，到时候还真的变成一个好像以家人相称的这些朋友。谢谢，我爱你哦。我也是。真的，你要带长辈出来。好，真的欢迎。因为不论是小孩或者是长辈，我们跟他们相处的时候，还是真的拿所有的能量在跟他们交换。说是要 hold， 是要留一点给下午，哪有啊？中午弄完，每一个人大家都是直接把能量交流完以后，就开始觉得疲倦。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演戏的时候不容易做到，因为演戏的时候是在角色里。谢谢，村长，谢谢你的热情招待。整个诗坛乡大家在相处的时候，就是看他们的眼睛，看他们的神情，就是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就很像我们是有某一种机缘，或是某一种命运上会这样子遇见彼此。其实有某种那种一期一会的精神。那我们在为别人做事的时候得到的快乐，其实是非常大的满足。谢谢诗坛。这么少，一天而已啊。单位有交代。单位有交代说只能一件。很久没有去台北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我们去台北就不吃客家菜了啦。对呀，当然。来喽。拜拜哦。拜拜哦，拜拜，下次再回来。谢谢你们，下次再见，拜拜，下次再一起吃饭，拜拜拜拜。310的这边4张，那313的5张先，然后剩下的留着。来，请。来。310的，我们左手边，请先入。上下铺好可爱哦，这个不错哎。这是313。对，313。两夫妻刚好在这边哦。哎，这里也太棒了吧！秘密基地。哎，对孩子啊，这边很好玩哎。对，这样很热闹哎。很好玩，老的有热闹就对了。舒服啊，一个人都2张。好，大家欢迎来到台北市的客家音乐戏剧中心，然后这就是我们明天要在演出的场地，就是这里这样。提捧。OK， 那我们先带大家到化妆间去。嘿，请进。欢迎光临 ，Welcome to Taipei。You are back home。大家那注意听我讲一下。这边呢，就是我们主要的化妆区跟休息区。然后这边有一台电视，它会及时转播舞台上的正在发生的事情。那大家可以先把包包放下，然后稍等一下，我们就带大家上楼。好。好，后面的人跟上哦。这么多人。来，先到这边，先到这边，先到这边。来。哎呦，胡宇威怎么来了？我这边要特别的感谢最强驻村小队以及诗坛的朋友。
没有你们，我不会得这个奖。来不及了啦！怎么来不及？马后炮了，你在台上不讲，现在来讲。我今天是灯光组，我来当光替。管你是什么，你那天就是在台上有讲话。下午我会协助大家 spacing 啊。不像你 spacing 这种走台空间。所有演员们从右边的楼梯小心的走上来。好，天幕可以升吗？天幕可以升，舞台组就跟着回谱。我们先不要太靠近幕，我们先到台口的地方，让他们动一下。大家慢慢上舞台哦。小心后面，小心后面。好，来各位演员，我要先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接下来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天演完为止，我们会有很多时间在这个舞台上工作，所以我希望大家上台之后就是不要聊天，对，就是不要聊天，因为随时可能会有危险发生。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是黑色的，就是我们的翼幕。大家还记得排练场的时候，我们在地上贴红色的那个胶带的地方。然后呢，这些翼幕里面不会只有演员而已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台车会停在这里，以及地上有很多的线。好，这边地上有一些 mark 哈，打叉叉的就是不要站在这里。我们有贴了一个像走道的地方，这就是我们演员可以走的走道。行走可以走的地方，灯前不要走人。我本来以为说我是带一群小朋友来郊游的，然后他们到了局了，喂，奇怪，这批人怎么突然变严肃起来？上了台，我有问他们说你怎么那么严肃？他们说那个舞台剧导演叫我们不要讲话。以前我也没有走进来过，对。一踏上这舞台的时候，就会收拾那种开玩笑的心态。对，一不小心就会撞到灯空这样子。上面的是耀聪，下面2个是小燕姐。到时候整个戏的开场的时候，你们会从那个电梯那个前面有一个铁卷门升起来之后，你们会从里面走出来，所以就要把这些东西放到刚刚的位置上。所以你们大概奇怪哦，你看他们在排戏，在我们有诗坛的时候开开心心的，他们一进到了这里，整个超严肃的，真的要演的，吓爆了。来，台车请走。雷声进的时候会旋转，大家跟一下哦。雷声进的时候旋转有转一圈，但脸要朝前面哦，不可以看旁边。对，小碎步，小碎步，很好。对。好，大家其实速度要再更慢一点哦，你们的小碎步有点太快了。好，来场上第2幕换景，请走。吉娜这时候在唱歌。你要教他们对呢，这个应该是。这边有换衣服快换的，到时候会有哈。今天晚上记牌的时候会顺到衣服哈。好，下了，来我们走下一个换景。侧道具。洪哥，你们稍微熟悉一下平台的位置。没有，我们之前排戏，他习惯站在这个位置，因为他妈妈从这个地方出来，他就不用再过来这边。因为之前都是在诗坛排戏，那时候都是地上贴一堆胶带，可是来现场我反而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已经从没有到有的，我就知道我可能可以做什么，要做什么，要怎么走，好像更放心了。然后大家东西都可以放到平台上，然后对佩瑜你们一侧放那边很好。好，在这里，然后扫把也是对的。就是哇，我们就是把里头讲啊，该重门，跟诗坛的颜色一样，都是蓝色。然后银川堂咩第诗坛可能都给统后，还有我们很日常的一些摆设啊，像亚灯的啊，还有天意啦，亚有咩诗坛周星晒过了，可是觉得这里是诗坛咯，现在。就是有回家的感觉。对，那张藤椅是公公。公公是一起床，他几乎都是坐在那一张藤椅上。虽然现在走了，然后第一眼看到这张藤椅在这舞台上，就感觉说很像公公来看我表演。你们很哑巴咩？其实现在大家坐的椅子是我们家的，因为这个我婆婆以前她就是坐在这个椅子上。对。然后，因为我们家是开店的，是开我们常去他家买杂货。我们家是百货行，百货行对。然后他每天早上就是放着那个雨鞋，然后雨衣，然后对不起，我们穿的是韩国中的制服，就是去他家买。对。然后我婆婆就是坐在这个椅子上，我刚在下面我看了，我真的觉得就。好了，我们的公公都来看我们演出了，我就觉得说真的蛮感动的，对，谢谢，把这张椅子摆在台上。那场上帮我到舞会，4点半之前是练舞时间。
哎，不说了，我的音乐来了。5、6、7，出来。好 ，Come on， 跳下哦。到。这边也有叫哦，阿才。这个会晃哦。好，谢谢大家打招呼。太高哦。3、2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8，1、2、3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预备收，中间5、6。好，大家辛苦各位了，下午的时段我们到这里。然后呢，脸上的这个东西啊，就尽量不要动它。然后呢，就可以先去吃饭休息。我们6点等一下就会休息。你们知不知道，我们把全诗坛最重要的商家全部找来，他们来呢，诗坛简直是就是停摆了，傻眼。日公休。因为一直在操那个脚啊，因为脚很累啊，这时候很想要有个按摩机。真的就是为诗坛聚在一起啊，真的。合作团。对，这里来，演员们到台上，我们每个人再测试讲2句台词，我们测试一下你们的麦，我们就会准备开始哈。还记得係冇？還記我看到了，用越來越強誒。一開始你就會慢慢講嚟啊。阿芬，你用咩按鈕哈？各位老小芬芬結婚，祝你老結婚喜牙嘅福氣啊！跟我走，不要走啊！像这样。阿秀，你干嘛跟我吵架？你当时为什么？很奇怪你。妈，我们去吃云南师傅好吗？他评价好好哦。什么时候要去斯坦啊？好久没去斯坦哦。阿芬，你看阿爸嘅保險命係唔想啊？目雞啊！我有我煩哦，阿爸保險我想阿命嘅啦。保險給我名字。啊，你阿爸没事就笑死我的遗产。小燕姐，我不是要来吃仙草的，继续。我以为你是游客。哎呦，讲阿娟的台词，好厉害哦！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。我们等一下晚上的记牌会是这样，就是每一段你们会直接听到麦克风啊，然后还有正式的音乐跟灯光。那所以我们随时是会打断的，然后也请大家最重要的其实是注意安全。好哦，那请演员 stand by 到你们一开始第一个要进场的位置，准备。观众进场完成，来 Q 请。诗坛消息：一出好戏《天光》即将在客家音乐戏剧中心上演，属于我们的天光就要升起。灯光就走，然后吉娜看到灯就走。大家好，你们都吃饱了吗？吃饱嘞，吃饱嘞，吃饱嘞哈！灯光音乐走。亚碧嘞？慧娟姐，你要翻背面哦。哎，穿用一个按闹一个酒水。对。我们这边再来一次，第一排的朋友们，你们看到铁卷门差不多过你们的头，你们就可以出发了。好。感情的事情没人知道，不如早睡早起，同自家照顾好了，将是轻重要的事情。好，翻页。你看，穿用一个闹一个酒水，那有嘛个好艰苦的喏？
平台都要走喽。上马等下给哈卡米。阿妹姐啊，你今日有冇等啊？就恐吓去洗衫裤啦。怎么样？哎，啊，怎么那么早就出门了？你才是打扮，你叫我混蛋。哎，不伦是本来的意思啦。哦，你啦，你鸡呀，故意闹跟你玩的啦。来呀！哎，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了。我儿子明明就是那么样的善良，那么样的老实，做事又那么样的努力，那么样的认真。最重要的是啊，他跟我一样，很怕老婆呢。好，我暂停一下哦。招牌红哥经过的时候就可以亮起来了。对，要再早一点。我们再一次。明天就看那个观众 ending pose 掌声的时间。那你掌声的时间快结束的时候，你帮我下后面那个音乐，大家再撤下去。有人偷跑！听到音乐了，好，下一个再走，下一个。这时候再下，就有一种要再去旁边喝酒的感觉。好好看，这里好好看。这边就刚刚那个鼓一打完之后就可以，这是什么感觉？这是什么感觉？这是什么感觉？好近，好近的时候帮我再近一点。好近。对。这是什么感觉？好，这2颗。可是我明天就要结婚嘞。哎，这边雷声没有跟进。好，再一次。可是我明天就要结婚嘞。雷声的 level 再大，雷声再大，还有机会再来吗？大概要这样，这个可以哦。哎，谢谢陈头文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哇，是这样的，哇，震撼。那我们再一次。大雷公流。我妈在叫我了。啊？对，我知道。不行。朱丽叶只是让他在正中间，因为我刚才去左观众席，他就会挡住那个门片挡住。好，尤里再帮我站中间一点点，中间一点点，这边吗？没有，尤里，对。之前排练的时候就没有道具，所以变成我有养成一些习惯，然后有了道具之后，就会变成有点卡卡的，然后会一直忘词，因为节奏就没有跟上这样。尤里，没有拍照，没有去。尤里去哪了？树出来了吗？树。好，我们这边暂停一下。好像是那个发动不是很明显呢。导演，我想确认一下，是，所以是不是基本上只要天幕起来，我们差不多就可以出来了？没错。车子发动，走。啊，日子就是要过得开心，整天愁眉苦脸，跟你一样干嘛嘞？你看这里什么东西？都账单要缴的，你都不会担心吗？哎，你太夸张了吧？有必要这样子吵吗？我真的很后悔，很奇怪你。到底后悔什么？你说了。你后悔，我就不后悔。那跟一起后悔。好来，一后悔啊！好啊。哎，你知道每天我都在等他。今天想怎么骂我？他其实每次都不一样，我是很期待。他一直调整，我一直把东西让给他，然后或者是白目一点，让他想要骂这样子。功课还没交。什么功课啊？就那个啊，老师。干嘛啦？这老师说。再用一次试看看。很会吵架。其实我平常在家里没有这样子的，因为就已经吗？可是你都不相信我。她回到后台，她马上跟她老公吵架。真的，平常家里不会这样子啊，就已经上舞台了，那就不要怕嘛，就演出来。一同看看，做今年你爸亲到一面膜啦。可以算吗？算。哎，
哎，在 A 台的，人家赞助的阿素斯的。我爸爸好像快不行了。音乐季。这边转场。按摩哟，不错不错，很棒哦。兄弟，你很会演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你不照顾我，不照顾他，我来照顾他。你说什么？马嘎！啊，你不要紧张。他从一开始那表演超临时演，他那个表演如果是我一般在那种戏剧里面我看到的表演，我就把他赶出去的那一种。听到对了，你要推到这么高啊？对，就是内心。对，他要这样演，对不对？对。太夸张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好突然！我说你现在是在演戏，你是神经病啊！你有像你这样子啊？对啊。看到没有？我们说的话都一样哎。要素，你太早了，亲爱的。招弟，你看一下那边有个光，要走进去那边讲。要走进去。右下角。OK， 好。好。要戏你的爱情，的确是光明正大的。停止你的求爱，就让我独自上。这两个也很棒哎，演得真好。哎，你看，给阿福内嘛，芬芬呢？大家不要走太偏哦，你不是一直住在台北吗？吉娜帮忙拉一下，往中间一点。你们看起来都快该好好休息了。两边是三发啦，都是猜啦，真的是突然。这个很可爱，屋顶们非常的可爱。那你们再统一一点哦。Yuli 跟英轩，你们回来一下，我看一下你们在屋顶这边。好的，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吗？在屋顶等你爱的人。这样好不好？所以会变成是，他会笑场吗？你不要笑场，你不能笑。不能笑，有这么多见证人。好，你有点害怕。我们这边走一次，很多人在看着你。那个屋顶兄弟们，先帮我回去。你们听那个慧娟姐用手机放那个童话放课的时候，你们就出来这样。但是要冲出来的时候，不用摇摇晃晃哦，就是稳稳的螃蟹步走出来。太多，屋顶也有戏，好吧？挑我，我试试看。屋顶的光先不要给哦。右手。对。屋顶再帮我趴下去一点。超级变。我有一点害怕。你们很棒哦。怕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就这样做这个决定是不是对的？不要怕，有我在啊。有你就够了吗？对啊，你放心，台北一切的都会很好。台北真的什么都有，台北你会看到有高楼，有医院，还有高楼医院、宠物医院、高楼。台北的一切都方便的要命。哎，你看那边，太阳就快要升起来了。再见，我还是很想你的。有事没事记得到我的梦里来找我哦。也可以到我的梦里哦。我拥抱你。Benson 走。音乐季你就走，啊，你太阳要在前面哦。可以的，各位，我们就剩这个结局了，来。起身 ，crew 要出来接喽。昨天一整天排练，昨天其实导演修正了很多东西，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也想要把它做到最好，所以我觉得昨天一整天其实我不会觉得很累，就是很享受这样子。
虽然可能是简简单单的一件事情，我们就只是上台演戏，但是这个过程，要制作团队上面带给你第一次他们给同情朋友的感受，可能是这一辈子都非常难忘的回忆。慢慢放，没关系。可以哦，大家都是来得及的。放完东西了就开始要唱喽。透过这舞台剧之后，我发现我们变熟了，就是一个凝聚。凝聚了之后，我觉得说我们感情就升华了，我觉得很难得的一个体验。最后一块平台走看看。再见。再见。很好哦，这次是最好的一次，大家就往这个点击可以吗？先给自己一个掌声好吗？辛苦了，太厉害了！就是你们从苗栗今天早上就赶来，然后 check in 完过来，今天工作一整天都没休息。然后精神都很好，刚刚整个状态也很棒，所以宝宝不说我说，然后我们好累哦。那今天因为感谢阿迪也今天陪大家到最后，然后他刚刚也很认真的在帮我们看记牌，有一些笔记可以分享给大家。我从头开始讲，就是说朱丽叶在窗框正中间这件事情一定要切记哦。那是排练的时候习惯了。对，是，有些东西现在调整就没事。然后中年的阿才那个3个什么，就是你不照顾他，那我照顾你的那个什么，太刻意。我觉得这个我们把那个跳上椅子会拉掉，我们拉掉，然后我会回去对一下明夜时间，我们可以顺一下那段戏。是。然后导演要解决那个阿芬跟阿娟对话的时候的备台，面向备台，因为左边会这个明天来跳。但是在修之前，我觉得心理建设要先有，就是我们今天把你们从诗坛带来这里，那明天你们要把诗坛的风景带给观众，这样。那就今天大家解扣喽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大家休息吧，休息就辛苦了。我们衣服，欢迎在这边猜吗？时间越接近，真的只有紧张2个字。除了紧张还是紧张。希望我把诗坛的一个美好带给台北的观众，我准备好了，会把最好的呈现出来，让观众认识我们诗坛。到现在这个表演的前一刻，就是大家好好的珍惜我们一起做这一件事的缘分。天光剧团周建谋，大家好。好像在洗三温暖一样，本来很紧张的，后来发现这一群可爱的乡民，他们居然把这个压力给扛下来了。对，好，深呼吸，稳住，你们很棒的。我们上台见啦！加油加油！假笑是真笑。诗坛消息，一出好戏即将上演。